主后2026年4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舍下明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20篇第1节到第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0篇。八架的诗。我伫危急的时，求叫上主以回应我。上主讲：求你救我，通脱离讲白贼甲诡诈的人。诡诈的人啊，上帝会安怎对待你？伊会安怎甲你刑罚？伊会用勇士尖的剑，用炎热的炭刑罚你。我寄居伫美色，住伫基达人的布边，真惨。我甲厌恶和平的人做伙徛起伤久。我爱和平，我一个讲出喙，因就化灭战争。舍下明区。生活点充满诡诈、虚伪的环境中，咱要安怎保持真实无虚伪？咱原本厌恶虚伪、诡诈，敢会伫环境顺险下面，也变成迄款样的人？看到别人照着虚伪、诡诈名利双收，是毋是咱也会渐渐感觉袂满足，搁渴望亲像因同款？直到照着属灵的言行，甲家己包装甲看起来敬虔，然后掠家己做得，批判教会，无求长进。咱的心是毋是转向成功的迄条空中大道，就无搁再朝向上帝迄条悔改的救恩之路？咱是毋是热切追求丰盛的祝福，就无搁再愿意背起家己的十字架？诗人伫面对虚伪、诡诈的处境中，急切向上主发出呼求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通脱离讲白贼甲诡诈的人。遐个虚伪、诡诈的人，用白贼设下各式各样的陷阱，互人陷入危险中。有的人表面上对你好，实际上却踮背后渡你一刀，伫你的面头前花言巧语，极尽讨好，却踮你的背后攻击诽谤。踮勾心斗角的环境中，真少人会当真心彼此对待。致使咱爱处处防备，毋知会对倒位射出的冷箭，甚至伫神圣的服侍呼召中，有人好命讲是献身服侍，背后却隐藏无求私利的动机。面对属灵的虔诚明区下却是邪恶的撩艺面窗。虚伪诡诈的人，通免露一智慧，独独用一句话就彻底甲人毁掉。譬如讲，近年来常常传出网络霸凌，互人承受袂牢就看袂开。网络顶的几句负评，就互好不容易累积客群的店家关门大吉。诡诈者喙中的言语，就亲像过烫衫的毒药，起头担起来感觉甜美，深入腹部却带来严重的毒害。搁亲像烧倒的罗着木的炭火，炎热的炭，外表看袂出火种，一旦正中目标，就会对内面烧出到外面，彻底毁掉一个人。除了监察人的心，会当甲人的心看穿的上帝以外，人想凭靠家己来拆穿开假者面上的虚伪面具，并无容易。因为安尼，
诗人伫迫切呼求中，常时宣告上帝的作为。上帝要用战士瑞来的箭，烧倒的炭火来惩罚诡诈者。诗人的话点出，虚伪诡诈者最后的结局就是自食恶果。当伊用喙中瑞来的箭射向别人的时，迄支来箭也会亲像灼热的炭火射向伊家己。迄诡诈的计谋会受拆穿，搁毁点伊家己所设的罗网。彼得先牧师伫《毋情愿的呼召》册中有一段话讲：上帝甲热情是生命中最不可欠缺的要素。上帝是你我拢必须好好面对的真实。对伊充满热情是唯一适当的回应。真实甲热情是行伫信仰路途中不可欠缺的动力。只有卸下面躯，才袂白行人生一逝。默想，我的生活周遭是毋是充满着虚伪诡诈？是毋是处处包装着美善，却存着个人的恶念不当的动机？我安怎面对？我的生活周遭是毋是充满着虚伪诡诈？是毋是处处包装着美善，却存着个人恶念不当的动机？我安怎面对？做伙来祈祷，美善的上主，你爱我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，这互我会当坦然来到你面前，心拍开面对家己的脆弱、渴望甲罪性，享受你为我准备的这份真实美好的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